姐，来张去青山的票。哟，小伙子，去青山啊？青山这地儿，出去的倒是一批接着一批，往回走的倒是少见。我想家了，回去看看。回家看看好啊！唉，这年头，要不是为了讨口生活，谁愿意背井离乡，撇下家人呐？喂，倩倩。陈文强，我们分手吧！你说什么？我说分手！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不在杭城好好工作，一声不吭的回你那个犄角旮旯的破山洞，你有病吧你！你那个鸟不拉屎的老家有一条像样的柏油路吗？有24小时便利店吗？有大商场吗？你那个破地方连快递都收不到吧？你就是个大城市淘汰的垃圾，以后别联系我了，我丢不起这个人，你这辈子就烂在你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吧。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小伙子，咱们第一次坐火车，这个怎么走的呀？检票口在那边，往前走，3号。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们是去哪儿啊？去大城市杭城嘞，听说那边大量招工，俺们几个兄弟想过去看看。大城市其实也没那么好。嗨，肯定没有我们这儿好啊。俺们去了都是干最苦最累的活嘞，可没办法啊，那边工资高，赚钱机会多。是嘞，俺们这些人啊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一家指望着只能哪里有钱赚去哪里，只有挂墙上才能休息嘞。小伙子，俺们走了，谢谢你哈。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午后，请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，头顶苍穹流离的是我。你来自于南方的村落。我要妈妈，我要爸爸。爸爸妈妈去赚大钱喽，回来给你买好吃的嘞，买很多很多，好不好呀？哎，是强子吗？强子，你回来了？是我，张叔，我回来看看。好久都没看到你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我要爸爸妈妈。华子呢？没在家吗？华子和他媳妇儿都去城里做工去了，这不正闹着要爸爸妈妈呢。怎么没一起带去？孩子在父母身边总归更好吧？城里上学贵，租房也贵，想着多赚点嘛。他们两口子从早忙到晚，也没时间照顾他。我们做父母的能帮一把是一把，小孩子嘛，忘性大，闹着闹着也就忘了。张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快回去吧，你妈盼着你呢。难道真的必须要背井离乡，舍家弃子，才能活吗？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情绪波动，恭喜宿主，人口分红系统绑定成功。人口分红系统，本系统将根据宿主所在县市的人口数量，每天为宿主发放分红，分红金额等于人口数量乘以10。今日分红金额534万05110元，资金已到账，请查收。500多万，一天。老板，来条软中华，600。支付宝到账600元。我靠，真支付成功了！500万，那我现在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？警告：分红资金仅限在青山县内消费使用，跨区域消费将被限制。一天500万，却只能在这个小县城里花。系统，你玩我呢？这也太憋屈了吧！
当前青山县5334511人，人口突破至90万，消费使用范围将扩大到地级市区。90万，现在50万，还差40万，怎么才能让40万人搬来青山县呢？豆角，怎么才能让一个要啥没啥的小县城快速提升人口？可以打造一个现象级夜市，低成本、见效快、门槛低，烟火气直接拉满。夜市。对呀，夜市，只要有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怕没人来吗？每天500万，什么夜市我打造不出来？我要把这个小县城彻底盘活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，瘦了。没瘦，你儿子好着呢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妈给你好好补补。爸，给你带了条烟，快接着，儿子孝敬你的。在外面累了就回家，家里不缺你一口饭吃。好了好了，菜都快凉了，妈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，还有青椒炒蛋呢。咱们先吃饭。好，先吃饭。要开夜市，得先考察一下，找个合适点的地方。怎么还没有网约车接单？不会吧，连网约车都叫不到？叫不到车，那就买一辆，反正有钱没地方花。陈文强，黄圆圆，哟，你不是去大城市发展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来买车？准备买一辆代步车。可以啊，预算多少？我给你推荐一下。500万。多少？500万？炒币赚了点钱。不是你真有500万啊？看不出来啊，都大老板了。不过啊，咱们这儿可买不到500万的车，那些豪华品牌的 4S 店，咱们县里一家都没有。不过我认识一家卖二手车的，听说他们那儿最近收到几辆好车，我带你去。行，那就去看看。尤叔，是我。哦，是小黄啊，进来吧。尤叔，我朋友想要买辆好车，我记得你这儿有一辆二手奔驰 S， 对吧？奔驰 S 嘛，你朋友要的话，80万开走。尤叔别搞，自己人，别来虚的。自己人，你对象啊？哎呀，什么啊？这我同学也是咱们县的。既然是自己人，那就一口价，60万，已经是看在圆圆面子上的最低价了。行，就他吧。啊？这可是60万的车，你直接就买了？差不多就买了呗。大老板就是有钱，不过他这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。小兄弟爽快，质保3个月，车子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。警告：青山县人口流失中，当前青山县人口482491人。什么情况？买个车的时间少了5万多人，分红金额直接少了一辆奔驰 S 啊！不行，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必须马上把夜市开起来。方便问一下，陈总是做什么行业的吗？这么有实力。我想开夜市，青山县哪个地方合适？你要搞夜市，可以去找苏清瑶啊。苏清瑶，就是你以前上学时暗恋过的校花。他管这一块。对呀，他
他现在就在县里上班，是公家饭嘞。行，我们去找他。奔驰 S， 咱们县什么时候有这种大人物了？哎呦，知道奔驰 S 还在那傻站着，一点眼力劲都没有，快放行！还没登记呢。登个毛啊！人家是来谈大生意的，被你耽误了，你担得起责任？快敬礼！陈文强，陈文强，你还敢回来？你干嘛？天天上课揪我头发，是上课揪，下课也揪，我扎马尾你揪，我编辫子你也揪。说，你为什么揪我头发？对不起，当年年少无知，青春期懵懂，你头发太丝滑了，忍不住。你还说？好啦好啦，你俩别闹了，我们来是有正事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在青山县搞个夜市。夜市？对，面积要大，离周围几个县市要近。这里，县中心商业区，占地15亩，交通便捷，自带人流量，各类配套齐全，很容易就能把夜市做起来，但价钱有点贵。按现在的评估价，拿下来至少要800万。这里，东林口，占地40亩，恰好位于青山、丰州、章程3个县的交界点。但有个大问题，这里离城区很远，目前基本是荒地，无路、无水、无电，所有基础设施都需要自己接入，核算下来，总价甚至比县中心那块地还贵。所以，我建议你优先考虑。我选东林口，3个县的交界点，等于3个县的人都能来。只要夜市办得好，县域人口立刻蹭蹭蹭的往上涨。什么？你选东林口，那里可是一片荒地，路都没有。我就要这块地。行吧，我去请示领导。欢迎欢迎，陈总能来咱们青山县投资，是咱们县的福气啊！陈总年轻有为，请坐请坐，茶已经泡好了。东林口那40亩地，按规划估值600万，我们可以400万卖给你，但有个条件，得修路，怎么也得修个双向2车道。行，没问题。双向2车道，那就是4车道了。县中心的马路也才4车道啊，我寻思着能答应修个2车道就烧高香了。那啥，地面也要平整，路面建材不能马虎，至少沥青柏油路是吧？这个我知道，没问题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至少用石子铺一铺，别到处是坑就行了。直接上沥青柏油路，这么豪横的吗？县中心也才水泥路，他竟然答应修市里面最好的路。陈总，双向2车道加沥青路面，再加上水电灌网收入和场地平整等，这个项目整体投入预估至少1个亿。陈总，有这么庞大的现金流吗？1个亿是吗？没问题。1天500万，1个亿对我来说不过是20天的分红而已。这可是1个亿呀，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答应了。那啥，签合同，买地的400万作为定金先付。陈总，剩下的投资金大概多久能到账？剩下的1个月内会到账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得快。另外，项目推进途中其他的麻烦，县里要出面解决，我只管出钱建设。好，这个没问题。加个联系方式，汇款账号发我。
我把汇款账号发您。定金400万已经转过去了，剩下的钱1个月内陆续支付。陈老板放心，你这个项目将成为青山县这个季度最重点的项目，所有部门都会开绿灯，配合你的工作，绝不会给你添麻烦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青山县的未来就靠陈总了。1个亿，强哥，你炒币到底赚了多少钱啊？就赚了点小钱。1个亿还叫小钱？对了，工程马上开工，你们要不要来给我帮忙？好啊好啊，老板开多少工资？我就算了，我这在公家干活没那么自由随意。1年50万怎么样？多少？那个啥，我也不是不能辞职，我去和领导请示一下。小苏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领导，我想辞职。小苏啊，人还是要踏实一点，别看到其他人赚了钱就眼红，是吗？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，这是无上的光荣啊！切勿思想开小差呀！领导，你们说的对，我们应该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。那我去推掉陈总那边的邀请。你说谁？陈总，就是刚才和2位领导签合同的那位。小苏啊，你的辞职申请批了。可是领导，我觉得作为公职人员，我们应该心里装的是百姓，肩上扛的是责任。小苏啊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人要往前看，在谁身边都是为社会提供价值嘛。而且陈总要大力发展青山县，你跟在陈总身边帮忙，一样是为人民服务，为青山县添砖加瓦嘛。好了，小苏，你到了陈总手下，一定要好好做事哦，一定要让陈总舒舒服服的留在咱们青山县，他可是咱们县的财神爷。我知道了。我们需要有人在陈文强身边，免得日后出什么大问题。小苏倒是个合适的中间人。没错，自己人，听话，脑子也够用。辞职通过了啊？这就行了？你不是说要走很多流程吗？不知道。本来局里不同意，说年轻人要踏实，后面一下就通过了。行了，明天东林口集合，要我送你们回去吗？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明天见。青瑶，明天见。我来开，怎么能让老板开车呢？好，你来开。终于让我也过过车瘾了，手痒很久了。先送你回家。不用，我买点东西带回去，先送你回家。我的天，大奔！谁家的？咱村能有买得起这车的人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这不是老陈家的强子吗？哎呦，强子发财了啊！大奔都开上了。这车得不少钱吧？强子，你出息了。好的，多谢大家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好。强子，这车你买的？刚买的。我准备在老家创业，有辆车方便些，以后就不出去了。不走了？
不走了。好，留下来好好干，爸支持你。不走好，在家门口干，妈天天给你做饭。强子有本事啊！我家二水要是还在，能跟着你干就好了。现在回来也可以啊，让他跟着我干。别说了，二水去年在杭城工地上教授家倒了，人没回来。嗨，强子买车大喜的事儿，我说这个做甚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老陈家的孩子有本事。从今往后，我要让乡亲们再也不用背井离乡，就在家门口把日子过好，把钱挣了，地拿到了。接下来就是把夜市建起来。夜市建设带动本地就业，青山县人口停止流失。当前青山县人口534511人。人口颓势终于止住了。工地西侧3个村，共计135户民房需要拆迁，补偿款共计1320万。打过去了，越快越好。东侧刚推平的地面铺上青石板，黄古纹路。青石板，强哥，你这开夜市还是建皇宫啊？青石板地面加景观改造，费用已经逼近3000万了。这么造，咱的钱够吗？没事儿，钱管够，继续。一天到账几百万，愁的是没地方花。北面那面墙别拆，加固加高刷白。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，墙上3米高的位置嵌一把复古木椅，装上暖光灯。墙上放把椅子，干啥？雇个人穿汉服，坐上面看书。啊？坐那么高看书？哎呀，听我的就行了。这些店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夜市一开工，周边就冒出来不少棚子，卖盒饭的、理发的、卖烟酒的，都是给工人们服务的，零零散散几十家了。这就是带动效应啊！一个夜市把这一片都盘活了。夜市及周边产业带动就业，青山县人口持续增长。当前青山县人口562780人，比最开始的时候多了28000人，不错，再上涨就是好事。接下来等夜市开起来后，人会更多。夜市准备工作差不多了，可摊主呢？没有摊主入驻，夜市就是个空壳子。你忘了咱们高中每次放学，校门口那群推着小车车的叔叔阿姨了？那不就是县城的小吃一条街？对啊，珍姐的煎饼果子，我到现在还馋那个味儿。还有那个王哥的炒饭，粒粒分明，比大饭店的都香。说得对，以前他们是没个安稳地方，只能打游击。现在夜市给他们固定摊位，不用躲城管，谁不想安安稳稳做生意？正好快放学了，咱们去学校门口招兵买马。老板，来个好鸭腿。好嘞。哎呦，这不是小强吗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回来看看母校。刚回来，周叔，您这手艺，我在杭城做梦都馋这一口。我操，城管来了！文强，书先撤了，这群穿制服的今天不讲武德，搞突袭。
在怎么办？追。谢谢啊。周叔，你这天天跟城管玩猫鼠游戏，累不累啊？累有什么办法？不吃生活的苦，难道去吃土？那你怎么不去夜市摆？有个固定摊位，城管也管不着。夜市？青山县哪有夜市？就是，要是有个安稳地方，谁愿意天天提心吊胆？要是真有夜市呢？就算真有夜市，一个摊位收我几千块租金，我还不如蹬3轮呢，一天挣几个钱？全。都没这个漂亮。陈总说，既然要做，就做最好的。说得好，陈总有心了。这个牌子我在网上见过，年轻人喜欢拍这个。是的，我们还有很多网红打卡点，比如打卡墙、天女散花、不倒翁，还有打铁花等。
想得真周到，不光吃吃喝喝，还有节目看。这人怎么穿着古装？是演员吗？这是我们的 NPC 李白，游街的时候会跟游客对诗互动，增加夜市的趣味性。哎，你别说，倒是有几分李白的风骨。都看看，都学学，什么叫用心搞项目？开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各位领导一步，一起参加东林口夜市的开业剪彩。3、2、1。我宣布，东林口夜市正式开业。太震撼了！亲眼所见比网上看的要震撼太多了。天哪，太美了！破除邪祟，百家安宁。愿咱们一家平平安安，孩子健健康康长大。哇，仙女在天上飞，这是天女散花，太漂亮了吧！她摸到我的手了，我的天！我也要跟她互动。快拍快拍，后面还有人等着。做你的，做完你的，做你的。老板太牛了，把控全场。爆了爆了！人流量峰值高达53000人。强哥，没想到第一天就有这么多人来，咱们夜市火了。不够。当前青山县人口645万03,377人，64万，离90万的目标差得太远。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B 计划启动。9点半了，大部分上了年纪的游客都回去睡觉了。确实要启动 B 计划，这才9点半，夜市就没什么人了。他们到哪儿了？应该快到了。来了！天哪！你们看，那是慕容啊 ！F4，他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正宗东北大串啊，谁吃谁迷糊。纯正动物奶油小蛋糕，都快来尝尝。慕容是我家附近夜市的大肉肠，我要发朋友圈。这几个是谁呀？明星吗？看这阵仗，还真可能是大明星嘞。强哥，咱们造势的视频上热搜了，播放量已经突破5000万了，评论区里面全是问在哪里的。这热搜是我花钱买的。啊？这老板真是奇葩，都什么年代了，
转账那么方便，非要当面交易。要不是给的钱多，谁伺候啊？我靠，真是慕容，慕容好帅啊 ！F4去夜市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爱粉永远追随哥哥们，求地址。还好，效果倒是不错。青瑶，联系平台继续推流，评论区多引导问地址，水军跟上造势。明白，老板，我们这样碰瓷会不会被告啊？那就是另一波流量了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接下来就看你们这群假明星能不能引来真游客。已经晚上7点了，实时人流量只有3万出头，怎么比昨天还少？强哥，推流也推了，水军也请了，视频火成那样，可外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啊？这视频不是火了个寂寞吗？慌什么？先让子弹飞一会儿。视频热度一直在上涨，可是已经晚上8点了，怎么还没人来？难道连顶流都带不动？强哥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，明天再想别的办法。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，钱花了，地拿了，夜市建了，明星也请了。怎么还是没人来？难道这一切都要付诸东流了吗？什么动静？文强，你看。我的天，全是人啊！来了，终于等到学生下课了。所有部门准备行动。是黄天帝！家人们快看，那个小姐姐好仙啊！小哥哥也好好看。仙女散花，好多漂亮的小仙女。什么小仙女？你擦亮眼睛看看，那特他妈是猴哥！猴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城里的体面工作吗？来好笑吗？一把够吗？一把不够。一把不够，我这还有一把。天哪，太美了！太绝了，这比烟花还好看。
哎，你看那墙上怎么还坐着个人看书呢？还真是，那上面写的什么？错别字吗？什么错别字？那是不想上班，那就别上。哇，这夜市真有点东西啊！帅哥，看这边。我靠，是个大爷，我还以为是帅哥呢。大爷怎么就不能读书了？这反差感绝了，好吧？别笑了，继续翻书，不然扣钱了啊！别，我继续看书。原来不想上班是真心话。这活真好，坐这儿看3个小时书，600块钱到手，比种地轻松多了。多少？3小时600？你们这还招人吗？你不想上班，我想上班。宝宝快看，好多灯笼！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这位小友接一句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好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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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知音也。李白，我不想长大，但全世界都在催我长大。少年长叹成长难，世事催人鬓已斑。心中若存赤子梦，何妨笑对世间言。我靠，神了！这是他自己编的，《唐诗300首》里面可没有这个。阎王爷，忘川河里的水是甜的还是苦的？比你加班的速溶咖啡还苦啊！我看你也挺命苦的，我们都出来玩了，你还加班？大胆！阎王爷，祝我发财，祝我发财！我是阎王爷，不是财神爷。发财找他。阎王爷，老板总让我加班，还不给加班费，咋办啊？拿我生死簿来！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公司的？我给他阳寿划掉10年。不要提到我老板，那我也多划几年。爆了，彻底爆了！县里专门派了上百人过来维持秩序，入口和周边道路都管控住了，人车分流做得很好。好，强哥，实时人流量已经破20万了，还在涨，竟然还在涨！抖音热搜前5，咱们占了3个。你看这条东林口夜市李白对诗，已经300多万点赞了。冷静，冷静，都是小场面。检测到青山县人口90万1932人，人口里程碑达成，宿主资金可使用范围已从青山县扩大至地级市区昌市。90万人口，终于达成了。当前昌市人口331万9320人，当人口突破500万，资金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江干省。90万只是开局，500万才是下一站。江干省，这盘棋我吃定了。
了。明天就出发。青山县在哪里？我要导航。姐妹们，这里太好拍了，晚上开灯之后绝美，我已经拍了300张了，张张都是大片。求地址，门票有没有人组队？10块钱，你们看看这个量，我都担心老板亏钱。不会亏的，我们可是全国第一个不收摊位费，而且还发底薪的夜市啊！不收摊位费，还发底薪？我没听错吧？这格局，我哭死！这才是良心夜市，求全国推广。当前昌市常住人口缩减至3259320人，青山县人口缩减至845979人。今日分红32593200元已到账。人口怎么又掉了？当前业态较为单一，游客仅在夜市消费，逛完即走哦，缺乏和其他景点的串联，这样是无法形成区域联动的呢。确实，夜市再火，也只是一个夜市，得想办法把整个昌市变成网红城市、旅游城市，才能把流量接住啊！东林口火了，在各大平台几10个热搜。你们谁之前想到过？林老，这个陈文强确实不简单啊！不是不简单啊，是咱们青山县多少年没出过这样的人了。夜市搞起来了，人来了，青山县总算有了点人气。但他一个人在前面冲，咱们不能只在后面看着啊！对，咱们该支持的要支持，该配套的要配套。不光要有配套，更要有态度。人家真金白银砸进去，把咱们的烂摊子盘活了，咱们得让人家知道，青山县绝不是只把它当个投资商。走，咱们现在啊，就去和陈总见一面。真的是，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！这人气，我在青山县几10年都没见过。要是人气能一直这么旺，咱们青山县就真起来。不够，夜市的模式太过单一。等游客们的新鲜感一过，热度慢慢就散了。想要把人留住，还是得靠长期项目。陈总的意思是，我们要推出夜市加项目。夜市？我打算在东林口夜市旁边搞个村 BA。村 BA？ 这是什么 ？NBA 火爆全世界，可见篮球这项运动受众极广，观赏性极强，男女老少都能看。所以，我准备搞个百村大战。百村大战？对，让每个村都参与进来。争夺第一村的名号，在网上也更容易形成话题度，大家心里都有自己支持的村子，传起来比什么都快。这就是夜市加的模式。可咱们青山县连个像样的篮球队都没有，所以我们的村 BA 不拼技术，拼的是体育精神、团队精神，让每个人都能有参与进来，哪怕是最普通的草根也能上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把游客留住。让整个昌市变成旅游城市、网红城市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陈总，你这个计划真的是太绝了。可是这个场地要修多大的呢？怎么也得修个能坐下5万。我要建一个下沉式环形看台的篮球场，4周全是坐席，能够容纳5万人。5万人，这得花多少钱？钱的事情我会解决，还是那个要求。项目推进途中，其他的麻烦需要县里出面解决。县里肯定支持，但是陈总，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。你是商人，做生意是要赚钱的，夜市能赚钱我理解，可这篮球场加起来大几百万投进去，怎么收回成本？单靠比赛那点门票，连利息都不够吧？你花这么多钱图什么？
BA， 我不打算收门票，全免费，谁来看球都不要钱。哈，那这钱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这得花多少钱？上千万投进去，1分钱不收，这……我有个发小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去年在杭城工地上脚手架倒了，人没回来。我做这些不求赚钱，只希望咱们青山县越来越好，年轻人不用必须出去打工，老人和孩子不用守着空房子，那样就够了。陈总，你这份心难得，你放心，这个项目县里全力支持，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起来，这是咱们的本分，也是咱们的责任。大屏幕、看台、更衣室全部齐了，周边道路也拓宽了，所有停车场加起来同时容纳10万辆车。各乡镇名单陆续报上来了，目前有76支队伍，采取抽签形式进行比赛，每天2场，最终的决赛将在2个月后举行。网上还没开始宣传，但赵老他们的动员下，各个村镇都很积极，都准备了啦啦队以及观赛人员。预估开赛当天本地观众能有5000人，再加上来夜市的游客，总观赛人数应该能到2万。直播团队呢？全程直播必须跟上，不能断。强哥放心，我表妹的传媒团队已经谈好了，多机位、多平台同步推流，信号稳定，专业的很。他们还会同步剪辑精彩片段，第一时间发到网上，确保热度不间断。想要真正火，还是得爆红网络。这场村 BA 要让全国都看见。进了，再来一组。怎么不穿鞋？球鞋要明天上场穿，平时训练舍不得穿，怕穿坏了。我这双从初3穿到现在，胶布缠了7、8回了，可是我的老搭档呢？其实我都觉得没必要穿鞋，这篮球场是橡胶的，跑起来根本不磨脚，比水泥地好多了。赶快写完，等下我们再来一组投篮。马上，还有2道数学题。明天就比赛了，还在赶作业。写完才能安心打球。你们为什么这么想打这个比赛？我们没像样的球鞋，没教练，也没钱，但我们就想好好打一场，给村里人看。我读书不行，但我喜欢打篮球。我妈要是看见我打球赢了，给村子争光了，肯定高兴，她就不会老说我没用了。明天比赛，每个球员送1双新球鞋，尺码马上统计。明天你们只管好好打，鞋的事儿我管。活了60年，头回看这么正式的球赛嘞，真是见世面嘞！文强，今天看台大概40%上座率。没事，第1场比赛，大家图个新鲜，后面会越来越好的。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新球鞋，每人1双。哇！新球
球鞋。真舒服，真软和，跟踩棉花似的，比我那双强100倍。你昨天还说不用穿鞋，今天怎么就爱不释手了？要你管！你们怎么不穿新球鞋？老球鞋虽然破，但一直陪着我。我想让它陪着我，再进行最后一次征战。我们也是。好，今晚这片球场是你们的，不用怕，放开打。赢了，你们是英雄；输了，也没人会笑话你们。能站到这里，你们已经是青山县的骄傲。强哥，你这番话，我听的都想上场打球。你先把奶茶戒了再说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欢迎来到青山县村 BA 第一场比赛。本场对阵清溪村对战永丰村。比赛正式开始。6号小个子上来就投啊，哎，没进，但他敢投，这就是态度。哎呦，7号这个盖帽，他这个弹速像是脚下装了弹簧，一下子就飞起来把球摁出去了。永丰村15号篮板自己抢，补篮自己来。他这个身高，在咱们这些村里头怕是找不出第二个。7号抢断，自己带，过了2个，上篮进了。你看他跑回去防守那个劲头，气儿都不歇一下，这玩意儿真拼！孙子，加油！第一节还剩2分钟，清溪村14比12领先。哎呀，撞惨了！这个小个子，我刚刚还在想，他个子最小，咋个打首发？哦，原来他是有这招，敢往里杀！红队罚2球，嘴角都磕破了，不叫停，2罚。第1罚进。第2罚也进了，
比分16-14。进了！我孙子，那是我孙子。那边咋这么热闹？我朋友刚给我发了视频，说是在打村 BA， 可精彩了。走，我们也过去看看。看台越来越满了，人是坐满了，不过好多都是咱夜市的人。没关系，这说明村 BA 有吸引力。等宣传开了，外面的人自然会来。中场休息，清溪村36-34领先永丰村2分，两边的娃娃都打得凶，但都不是专业球员。我估计下半场体力是个问题。文强，抖音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20万了！20万，怎么这么多人看？咱们夜市最火的时候，直播间也才将20万人。这就是篮球的魅力。下半场开始，永丰村进攻。传球！7号又盖了，这个7号啊，太能盖帽了，一场比赛能盖10个。永丰村15号，这一球飒，干净利落。7号传给10号，10号3分，有！这个10号之前没怎么出手，一出手就有。第4节还剩3分钟，双方几乎打平。中场休息时间结束，让我们重新回到赛场。球传给了7号。球传给了6号，最后一球会是3分吗？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我谁也不碎，谁的事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。也许很累，一身狼狈，也许卑微，一生无畏。
各位乡亲，你们看这些娃儿，没专业训练，没名牌球鞋，有的赶完作业就跑来了，可能没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，但今晚他们站在这个场上，他们的乡亲，他们的父母在看台上，他们心里装着的只有篮球，只有最纯粹的热爱，这就够了，因为今晚他们就是自己的英雄。谢谢篮球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看哭了，他们穿的球鞋还不如我扔掉的，但打出来的球我这辈子都打不出来。青山县在哪儿？下一场什么时候？我要去现场看。我看了30年篮球，从 NBA 到 CEA， 昨晚第一次看村 BA， 哭了3回。没有战术盘，没有数据分析师，没有年薪1000万，一群高中生，一双胶布缠了又缠的球鞋，一颗球，这就是篮球最原始的样子。7号抢断，自己带，过了2个，上篮进了。强哥，爆了！你看到了吧？全网都炸了。看到了。昨晚比赛的回放切片，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3个亿，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5个亿，讨论量40多万。还有，抖音上一个剪辑视频，就那个6号绝杀的切片，3条点赞已经破400万了，评论区全是问青山县在哪里的。不光是网上火，昨晚夜市人流量也冲到8万了，两边都爆了。这一场火了，下一场人会更多，翻1倍都有可能。翻1倍？那不得？对，不只是本县和周边的人，外省的、坐飞机、坐高铁来的都会有。外省坐飞机来我们这儿看一群孩子打篮球？没错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好局，不能到时候手忙脚乱。青瑶，你联系林老，请他协调安保力量，下一场比赛的安保人员至少要翻3倍，外围交通也要提前规划，停车场不够用，周边几个村的空地全部征用。好。圆圆，你联系你表妹的传媒团队，下一场比赛多机位拍摄，不仅要直播，还要多剪切片，提前准备好。另外，球场内外的引导标识要提前做好，外地观众来了找不到路可不行。明白。还有，球场里要增设临时厕所、饮水点，观众多了，这些配套跟不上，体验会差。另外，比赛时间还是定在晚上8点，这个时间看球的人可以在夜市先吃晚饭，看完球还能再逛一圈吃一顿夜宵，2波消费，摊主们也能多挣。最重要的是，组织一批临时外卖员，日薪雇人，让观众在看台上也能扫码买水买吃的，省得他们跑上跑下，体验感也更好。对了，看台只能容纳5万人，这次要是人超出预期，得有预备方案。你想的比我细。不是我想的细，是必须得做到事无巨细，才能给来的客人留下好印象。对于我们而言，这不只是一场比赛，更是一场大战。场地安保、交通、直播、后勤，每一环都不能出岔子。青山县能不能真正站起来，就看这一次。前方车辆靠左，往临时停车场分流。这边走，这边有车位。外围立刻再加派2个执勤小组，严防人群踩踏事故。观众入口布设隔离护栏，分批次限流放行。1组、2组立刻赶赴东门增援，隔离带向外再加扩50米。文强，入场人数已经突破8万人了，还在持续增加。交警反馈，外围仍有几千民众排队等候，车流从夜市门口一路拥堵至3公里开外。强哥，你往那边看，全是人啊！
场子撑住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杭城，开了3个小时车赶过来呢。是第一次来看村 BA 吗？第一次，之前刷抖音刷到的那个绝杀视频，我看了10几遍。我哥们儿昨天还在说，这球场肯定全是广告牌。结果进来一看，干干净净，一个广告都没有，大家能沉浸在看球的氛围里，这个连 CBA 都比不了。俺从济南坐高铁过来的，看了直播得知今天有比赛后，一早就买票过来了。俺说句实话，你们这个球场设施真不赖，厕所干净，还有饮水点，志愿者服务也周到。俺去过不少地方看球，这体验感能排前3。对，刚才进场的时候还有志愿者解说，告诉我们扫看台座位上的2维码就能点外卖送过来，这太方便了，看球都不怕口渴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接地气的球场，连大屏幕上放的宣传片都是青山绿水，真正的纯天然，无广告。不说了，我得先进去占位子了，去晚了都没位置。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村 BA 巅峰对决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欢迎来到青山县村 BA 第2场，石桥村对战广军村。我解说了半辈子球赛，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解说过，今天值了。多余的话不说了，大家既然来了，就别留遗憾，好好享受比赛。我们这里没那么多技巧，没那么多花哨，只有2个字儿：热爱。拼就完了。第2场比赛球场爆棚，夜市人流量达到了17万人，比上一场翻了1倍多。累是真累，但值了。下一场希望能再冲一波。接下来第3场，人数可能翻1倍都不止。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岔子，大家再辛苦一下，把各项工作再捋一遍，务必落实到位。明白，我会联系领导去进行协调，再出一份全新的交通方案，停车场和临时厕所的布置也会提前到位。传媒团队那边我再去盯一遍，后勤方面都提前准备好，不出差错。哎，这边停车免费啊，按顺序停哈。今天流量远超预期，安保压力很大，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外围再增派2个小组，5公里外的车都堵在一起了，入口处要分批放行，不能再挤了。陈总，今天这人流量咱们县里扛不住了，我已经给上级打了电话，请求支援。领导辛苦了，大家都不容易，支援来了就好。老林，市里让我带人下来支援，安保、交通、医疗，我们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今天这场面，上级也很关注。辛苦，我们确实顶不住了。这位是陈总，球场和夜市都是他办的。
陈总，久仰。今天这场球，不光你们青山县在盯，上级也在看。领导辛苦了，感谢上级对村杯 A 的关心和支持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，把今天这场比赛办好。人流量已经突破30万了，还在涨，外围排队的还有好几万人，摆渡车都跑不过来了。这也太多了吧！通知所有工作人员，上级支援已经到了，打起精神，今天我们要让所有人平平安安来，开开心心走。给个角度，这边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山县东林口村 BA 决赛现场。据最新数据，今天的东林口夜市入场人数已突破30万人，远超上一场。相关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支援。这是我省乡村振兴与全民体育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。林老，村 BA 能火遍全网，您觉得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老百姓喜欢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搭好平台，做好服务，具体的投入和运营都是陈总在做的，请他来说两句。陈总，您当初是怎么想到把夜市和村 BA 结合起来的？其实最开始就是想让我们青山县热闹起来，咱们这山好水好，人也实在，就缺个让大家伙聚到一起的理由。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给青山县打个广告。各位朋友，青山县不光有球赛，不光有夜市，还有山清水秀，欢迎大家常来玩，来了就不想走。陈总，下一阶段有什么规划？村 BA 会继续办下去吗？只要老百姓爱看，我们就一直办下去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这些热爱篮球的孩子，他们值得被看见。同时，无数个像我们青山县一样的小县城，也值得被记住。青山县东林口村 BA 正式开始，今晚让全国都听到我们的声音。陈总，你给这片土地带来的不只是热闹，是希望。以后青山县发展的路子会更宽，老百姓的日子也会更好过，这比什么都值。说得好，往后咱们一起使劲儿，把青山县的事儿做实做好。你放心，县里不会让你一个人扛。那就谢谢林老了，咱们一起把家乡建好。一起。青山县这个夜市加村 BA 模式，谁先说说？我先汇报一组数据：3场村 BA， 东林口夜市累计吸引游客超过70万余人次。青山县餐饮、住宿、零售等消费额同比增长320%，创历史新高。周边农户光卖水、卖小吃，日均收入翻了5倍。而且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，整个青山县的知名度也跟着上来。各大主流平台全是青山县的视频，总播放量超过10个亿。这个陈文强，你们调查过吗？调查过。青山县人，名牌大学毕业，在杭城工作了几年，回了老家。回来后先搞夜市，又搞村 BA， 前后投进去的钱，据我们估算，已经超过2个多亿。2个多亿？他哪来这么多钱？资金干净，没查出什么问题，每一笔都是合法到账。
关键是，他这些项目几乎不赚钱。不赚钱？2个都一投进去，图什么？夜市不收摊位费，还给摊主发底薪，摊主到达一定额度的销售额还发奖金。村 BA 也完全不收门票，球员打球也有奖金拿，他在拿钱砸活青山县。开一个夜市成功可能是运气，夜市加球赛连续成功那就是本事。这个人不简单。至于他为什么投钱不赚钱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不管他图什么，家乡发展需要这样的人。我们看的是结果，青山县火起来了，老百姓的生活好了，这就是事实。赵老说的对，这个人你尽快安排见一面。上面最近号召乡村振兴经济，青山县这个模式是县城的经验，上级很重视，你亲自去，不要走形式，听听他的想法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昌市全面铺开。赵老放心，我亲自去请他。你好，青山县林国富。老林啊，你安排一下，我要跟陈文强见一面，谈谈事情。好的，姜老，我马上安排。当初没看错人，这小子真的要起来了。陈总，上级派人要跟你见一面，谈点事情。后天早上9点，在青山县，我安排个地方，你看方便吗？林老安排，我一定到。这次多亏了大家。姜老，这位就是陈文强，陈总。陈总久仰大名，今天终于见面了。姜老太客气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坐，都坐。陈总，青山县的夜市和村 BA 搞得好，上级都看在眼里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当面听听你的想法，这个经验能不能复制到整个昌市？姜老问得好。夜市和村 BA 只是一个开始，我的想法是让夜市家的模式全面开花，不光村 BA， 我们还可以搞村超、乡村春晚、村 GT 赛车，尽量做到让昌市每个县、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招牌。这些项目加起来得花不少钱吧？每个县都搞的话，投入的资金实在太过庞大。上面批下来的钱远远不够，钱的事情我来解决。你们有没有决心搞？陈总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你一个人扛得了？问题不大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：项目推进、审批、协调，一概由你们负责协调，我只管出钱建设。陈总，你刚才说的这些项目，村超、乡村春晚、村 GT 赛车，你是打算挑哪一个先搞呢？不挑。全搞，全搞，全搞，没错。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，这个县搞村超，那个县搞村 GT 赛车，村村有赛，县县开花，热度到处都有，游客来了就走不出去。我这也是见过大场面了。这些项目加起来，保守估计至少10几个亿，10几个亿而已。我现在每天到账3000多，10个亿不过就是1个月的时间。只要能把昌市搞活，能让老人小孩不再守着空房，花再多钱都值。陈总，有您这样的企业家，我替昌市的百姓感谢你。姜老别客气，我是青山县人，也是昌市的人，给自己家乡办事应该的。陈总，昨天咱们聊了大方向，今天咱们把合作细节敲定下来。我们负责政策、土地、审批，全部开绿色通道。陈总负责资金投入，这条陈总有没有意见？没问题。行，那咱们就先签个框架协议，后续再按项目逐一落实。可以，框架定了，后面的事按流程来。陈总，您这边还有什么建议吗？宣传要有持续性，
不能搞一阵风。另外，每个项目都要有老百姓的参与感。球赛不光是看，要让老百姓能上场；春晚不光是演，要让老百姓能上台。人来了，热闹了，项目才算成功。行，那咱们先把协议草稿过一遍。陈总，是哪里还有疑问啊？有什么想法，咱们可以再商量。针对这份合作协议，我还有一个补充。您说，我这边给出的资金要全部用在项目上，不能挪作他用。我会派专员不定时进行财务审计，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陈总，这个审计的话，市里本身就有财政监管流程。市里的流程我信得过，但我也有我的规矩。我不是信不过各位领导，是信不过钱这个东西。钱一多，容易出事。提前把规矩定好，对大家都好。陈总说的在理，钱的事儿越透明越好，我答应了。行。经过3场村 BA， 已经到408万人了，还差不到100万。这一次一定能一举突破500万。陈总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成绩啦！昌市村超第1球！第一次在家门口踢这种比赛，什么感觉？爽，比在城里打工爽多了。大哥，您是修车工，不是专业的赛车手。对，这个车全是我自己改装的，今天能跑第1，圆梦了。小朋友，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，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练了好久了。老师说要把歌唱给全村人听。小朋友，你的爸爸妈妈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爸爸妈妈就坐在台下给我鼓掌呢。爸爸妈妈在台下，这就是最好的年。看哭了，这才是春晚的意义。超市夜市家模式全面开花，村超、村 GT 赛车、乡村春晚轮番登场，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000万人次。超市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典范。青瑶，你看省台又在放咱们超市，这个月都第5回了。是呀是呀，这夜市家的模式还真让咱们搞起来了。今人口大幅上涨，检测到超市人口5012847人。500万这道坎总算是迈过去了。恭喜宿主2阶段人口里程碑达成，宿主资金可使用范围已从昌市扩大至江干省。江干省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辛辛苦苦这么久，值了。当前江干省人口4030万1897人，当人口突破6000万，资金使用范围将扩大至全国。今日分红金额4亿0301万8970元。6000万，近2000万人的缺口，光靠文旅和游客能走到那一步吗？夜市家的模式，一个接一个，热闹是真热闹，但热闹过后呢，游客们终究还是要离开。想要把人真正留住，得靠实业，让外面的人来江干安家落户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让年轻人回来，让老人孩子不再守着空房。强哥，你咋了？我们的模式上电视了，你不开心吗？开心，但还不够。不够？你是有什么新的想法吗？青山县和昌市靠的是文旅，靠的是游客，但人来了终究会走。我们要让人留下来，就必须有自己的产业。产业？你是说办厂？办厂那是小打小闹，我们要搞的是综合型产业园区，什么都做，但有一条红线，不能污染，绿水青山，一寸都不能丢。那从哪儿开始？从青山县开始，这里是我们的根。这是青山县能找到最好的写字楼了，20层，视野开阔，
就这儿了。强哥，咱们是不是该放挂鞭炮庆祝一下？是该放。圆圆，你先张罗着，等集团正式开张那天，咱们好好热闹热闹。强哥，公司叫什么名字啊？强盛集团。强盛，这名字好霸气。圆圆，你任外联总监；青瑶，你任财务兼运营总监。公司的人才招聘从今天开始面向全国。我，外联总监？你这一年跑上跑下，哪个部门哪个媒体你没打过交道？就你了，以后业务会更忙。我给你底薪1年500万，并加上公司的股份分红，只多不少。500万？好，强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办好。青瑶，你待遇也一样，财务和运营都交给你了。我会尽我所能。从今天起，强盛集团就是我们的船，你们不是给我打工，是跟我一起掌舵，放开手脚干，出了事我兜着，赚了钱大家一起分。文强，接下来有几件事要办：注册公司，确定经营范围，办营业执照。我初步拟了一下，注册资金1个亿，经营范围涵盖文旅、体育、制造业、商贸等。这些事要抓紧。另外，产业园的用地、政策支持都得跟县里对接。我得跟林老见一面，把项目进度推一推。好，我回头约林老的时间。陈总，来坐。林老，今天来是想跟您谈个合作。合作？陈总又有新项目了。合作？陈总又有新项目了。我打算在青山县成立强盛集团，前期轻工业先给咱老百姓保底就业，后续逐步升级，引入高科技、绿色能源。青山县不是资源型的地方，重工业不适合，也容易污染。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。轻工业这块，制衣厂、农产品深加工、环保建材、手工艺品制造先搞起来，能让广大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、有钱挣。等基础打牢了，再往高科技、绿色能源上走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也符合咱青山县的定位。林老，这对县域经济、就业岗位都有实打实的好处。陈总，你这是给青山县打了一剂强心剂呀！县里肯定全力支持，有什么需要我协调的，你尽管开口。项目用地、审批流程、政策支持，这些都需要县里帮我们把关加速。没问题，我亲自盯着。青瑶，把咱们目前需要的支持清单给林老过目。林老，这是初步梳理的几项需求。好，我让各部门对接。陈总，你放心，青山县盼你这样的大项目盼了很久，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妥喽。林老客气了。陈总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一开始为什么不直接搞实业，兜兜转转绕这么大一圈，搞夜市，搞村 BA， 现在才来搞产业，这不走弯路了吗？林老，实业是根，但根要扎下去，得先有土。夜市和村 BA 就是那块土，没有他们，谁知道青山县？没有人愿意在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倾注心血。我做的就是先让大家看见青山县，看见这里有钱赚，有人气，有希望。原来如此，你这一步走得稳。现在土有了，该种庄稼了。老头子，
这真的是咱们文强吗？是文强，是咱们的儿子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大楼，咱家强子真是出息了。就说这孩子大小就不一样。音响再检查一遍，采烟准备好了吗？无人机待命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强盛集团正式开业，下面有请强盛集团董事长陈文强先生致辞。各位长辈、各位领导、各位朋友，今天站在这里，我心里只有2个字：感恩。我是陈家村出来的孩子，当年上大学是乡亲们1块2块给我凑的学费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今天强盛集团成立了，我在这儿跟各位父老乡亲表个态，集团所有产业优先为咱们青山县的乡亲们提供就业岗位。你们的儿女，那些在外地打工背井离乡的孩子，只要想回来，强盛集团的大门永远为他们敞开。我要让咱们青山县的人不用再背井离乡，不用再让老人孩子留守在家，我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最后，我要谢谢我的爸妈，谢谢各位乡亲，谢谢各位领导，谢谢与我共进退的2位伙伴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强盛集团一定会让青山县越来越好。下面，请陈文强董事长和各位领导共同为强盛集团揭牌。圆圆、青瑶，一起。3、2、1，揭幕！强盛集团全国高薪诚聘管理、技术、市场、财务人才，薪资高于市场水平10%，五险一金、双休，朝9晚5，节假日带薪休假，青山绿水间，实现你的价值。为什么来青山县？我是青山人，在外漂了10年，听说您这边要搞实业，待遇比外面还好，我就回来了。欢迎回家，你的简历我很满意，可以跟门外工作人员办理入职手续。谢谢。你在杭城干得好好的，怎么想到来我们这儿？看了招聘启事，双休、五险一金，朝9晚5，不加班。我干了5年策划，天天加班到半夜。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我们这儿不搞加班文化，只看效率，大家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您这个资历，在大城市年薪至少100万。我是昌市人，上了年纪都讲究落叶归根。听说您这边搞产业不搞污染，待遇也公道，我想回来为家乡出份力。谢谢你选择我们，强盛集团会给你更优的待遇。欢迎。在座各位，有的是浙海人，有的从外地来。从今天起，大家都是强盛的人。今天召集大家开会，是公布公司的工业蓝图。公司决定投入5个亿，在青山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第1个轻工业园，主打3个方向：农产品深加工、环保建材、手工艺品制造。这个轻产业园不只是生产产品，它要解决的是让广大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、有钱挣。我们会和青山县及周边县合作，对入园务工的农民进行免费技能培训，从种植、加工到包装，手把手教，保证大家有活干，能干活。陈总，培训这块我在大厂有经验，可以牵头。你来负责，
培训期间照样发基本工资，不能让老百姓白来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要当面跟大家说清楚：强盛集团的员工，不管你是从大城市回来的工程师，还是在村里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，只要签了正式合同，5险1金全交，1分不少。工作时间朝9晚5，双休，节假日带薪休假，不提倡加班。谁要加班，必须先申请，非必要不批。强哥，我们公司这待遇比省城的公司都好。人不是机器，干活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不是为了拼命。我希望强盛的人白天好好工作，晚上能陪家人，周末能带孩子出去玩，这才是生活。我在大厂干了20年，天天加班，孩子跟我生分。陈总这个理念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我上一份工作，每天加班到凌晨，体检报告一堆毛病。陈总，我这条命就交给强盛了。别交给我，留着自己用，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。还有生产线上的岗位，我们会设置流水线作业、包装、质检、仓储等多个工种，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分配。年纪大的做轻便活，年轻人学技术。每个月准时发工资，绝不拖欠。薪资方面，强盛的底薪比市场平均水平高10%，农民岗位的底薪也一样，绩效另算。能者多劳，多劳多得，只要肯干，每月到手肯定比城里打工赚得多。轻工业园，6个月内完工启动，年底前投产。各位，我们一起拧成一股绳，加油干！文强，轻工业全投产满1个月了，300个车间全部满负荷运转，农产品深加扩线日处理量达到200吨，环保建材线供不应求，手工艺品也接到了省外的订单。就业呢？17工程带动就业10万余人，其中50%是青山县以及周围县的当地居民，培训全部完成，上岗率100%。好。当前江赣省人口稳步增长中，人口数量达到4201217人，4200万，离600万还差1800万，这是个长期任务，急不得，得慢慢来。青瑶，下午有什么安排吗？董事长行程暂时没有安排。那你私人有安排吗？没有。那陪我回村里看看吧，好久没回去了。哦，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吗？不用，人回去就好了。需要叫上圆圆一起吗？不用，就咱俩。哦，家里那老两口天天念着你，说要给你做好吃的，我这是沾你的光了。哎呦，我的心被苏大校花锤坏了，完了，你这辈子都得照顾我了。陈文强，怎么当董事长了还没个正形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走吧，回家。当年有人说这里没有柏油路，没有便利店，快递都收不到，现在都有了。村里变化好大啊。日子好起来了。陈哥，陈哥回来了！陈总，我在轻工业园上班呢，谢谢陈总。好好干。强哥，你咋回来了？回来看看，家里还好吗？好，好得很。我现在在轻工业园上班，媳妇儿也在包装车间，2个人1个月加起来能挣1万多呢。最重要的是，每天能下班回家陪妞妞。强哥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谢你。以前我和华子出去打工，1年到头就过年回来一趟，妞妞只能跟着她爷爷奶奶。我们想妞妞了，只能打打视频，看得见摸不着。现在好了，家门口上班，每天能接送孩子，妞妞再也不用哭着找我们了。别谢我，是你们自己肯干。强哥，家里养了几只土鸡，肥得很，你带回去给陈叔陈姨补补身体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心意，你可千万要收下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替我谢谢王叔和徐姨。
牛牛，快叫陈叔叔和阿姨。陈叔叔好，漂亮阿姨好。牛牛好。牛牛嘴真甜，你不是说要谢谢陈叔叔吗？牛牛要谢谢叔叔什么呀？谢谢陈叔叔，因为叔叔很厉害，把爸爸妈妈都留在我身边啦。不客气，以后爸爸妈妈天天陪着你。好好干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。以后咱们都过好日子。该到了吧？怎么没看见人呢？老头子，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？刚刚才打过，你可别操心了。文强说马上到了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叔叔阿姨，好孩子。小苏来了。这孩子，我和文强念叨好多次了，一定要带你回来吃饭。这次总算这小子有点出息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没说错吧？老婆子，孩子们饿着呢，边吃饭边说。对对对，吃饭吃饭。今天阿姨做了好多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儿。阿姨做的我都喜欢吃。开灯对了。出来一下。文强，妈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，妈？你和小苏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就你看到的情况呗。就你贫！哎呦，你给我正经点儿！小苏这孩子，妈打心眼里喜欢，长得好看，性格也好，一直在你身边跟你共进退，这样的姑娘哪儿找去？你赶紧的啊！哎呀，知道了，妈。你别给我打哈哈！小苏这么优秀，你不抓紧，被别人抢走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妈问你，你喜不喜欢人家？喜欢。喜欢就赶紧上。别磨蹭，别磨，妈等着抱孙子呢。妈，你小点声。我到家了。你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。青瑶，怎么了？我。
是圆圆，可能是有急事。接吧。喂，圆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给你把文件发过去。圆圆找我有点急事，我先上去了。好，快去吧。路上小心。就差一点。强哥，新工业园2期的规划方案初稿出来了，还有环保建材厂的设备采购合同需要你签字。青瑶今天怎么请假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强哥，你不知道，知道什么？青瑶去相亲了，他爸妈憋得很紧，估计这会儿已经见上了。相亲？对啊，强哥，你到底喜不喜欢青瑶啊？喜欢就赶紧上，不然我们漂亮的苏大校花就要被人抢。把青瑶的位置发我。收到。看来关键时候还得我推一把呀。苏小姐，我直说了，我的事业正在上升期，未来会很忙，我不太能接受有事业的妻子，所以如果咱们成了，婚后你需要辞职，把精力全部放在家庭上。我的收入足够养家，你不用操心钱的事儿。还有，我希望婚后能尽快要孩子，最好2个，1儿1女。以后家里的财务由我来管，你负责日常开销就好。不过苏小姐这么漂亮，结婚后我肯定会好好对待啊！文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谁？你给我放手！你敢这么对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管你是谁，你没事吧？敢无视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苏清瑶，这次相亲可是你爸妈求着我们家让我来见你一面，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我就是脑子被驴踢了，才答应过来和你见面。你自以为是的那些恩赐，对我而言一文不值。回去和你爸妈交代吧，这个亲我不相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文强，刚才谢谢你，是圆圆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吧？其实我也不想来的，我妈逼得紧，说再不结婚就来不及了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来得及？刚才那个人，你爸妈介绍的吧？条件听起来不错，事业上升期，有房有车，收入稳定。但他说的话，你一句都听不进去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要的那个人，其实一直在你身边？谁？青瑶，我们在一起这些年，从夜市到村 BA， 从村 BA 到强盛，你陪我熬过最难的时候，也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，但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，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。苏青瑶，
我喜欢你，我们结婚吧。可以答应我？你都把我的相亲早黄了，我还能不答应吗？我们去哪儿？这不是回公司的路。回家拿户口本。拿户口本干嘛？领证，现在就去。青瑶，相亲怎么样？那个人还行吗？圆圆，我结婚了。别逗了，你上午还相亲，下午就结婚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爸妈逼得太紧，你弄个假证糊弄他们？不是，结婚证是真的。完了，看来强哥还是晚了一步。你真的和那个相亲男结婚了？不是，是文强，我和文强结婚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？你小声点儿！我的天，你们这是坐火箭领的证啊？晚上请你吃饭，慢慢说。行吧，行吧，恭喜你们。不过强哥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好，那你们证都扯了，啥时候办婚宴呀？我必须给你们随个大红包。文强想马上就办，就在老家，家里人一起吃个饭。这么着急，是怕媳妇儿跑了吧？圆圆，林老，陈总，项目的事儿想跟你碰一下，你看这周五下午方便吗？林老，周五不行，那天我要结婚。结婚这么突然？恭喜恭喜，这是大喜事儿啊！那咱们改天一切以你的时间为准，你先忙婚事，项目的事儿不急。谢谢林老，忙完我联系您。林老，怎么了？陈总这周五要结婚，项目的事儿得往后推推。陈总要结婚了，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！到时候咱们得好好表示表示。可人家都没邀请我们。邀不邀请是人家的事儿，表不表示是我们的事儿。难不成咱们还真差那一顿饭？是这个道理。我们职务身份在这儿，人家不好邀请咱们。但陈总给青山县、给昌市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，咱们怎么能不表达一下心意？明天我结婚办酒席，大家都要来啊！好，恭喜啊！哎，你家隔壁的陈文强好像也是明天办酒席，听说他都开上奔驰了。我问过了，他那辆是60万买的2手奔驰，我这可是大 G 原装进口的 V6，快400万才拿下。奔驰和奔驰也是不一样的。不是所有奔驰都叫大 G。 从大城市灰溜溜的跑回来，结果买个2手奔驰回家装家豪，骗不懂的人，他也真不嫌丢人。还好我早和他分手了。哎呦，家里怎么没人啊？该不会贷款买车后连酒席都摆不起？
陈文强，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？买不起车就算了，竟然贷款装家豪，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，也不知道这套西服是不是租的。他们是谁？两条野狗吧。你说谁是野狗？一个在大城市里待不下去的 loser， 还有脸在这里和我们叫嚣？给我们说两句好听的，说不定我还能让我老公给你在大城市里找份工作。我老公也是大企业的高管，看到那辆纯进口的大 G 吗？全款拿下。没错，给我们道个歉，说几句好听的，兴许我心情好，能让你去我们公司当个保安。他们是脑袋有问题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一个乡下人，去过大城市吗？我们城里人说话，你竟然还敢插嘴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我看不想活的人是你。哪里来的跳梁小丑，竟然敢在陈总和苏总面前自称城里人？陈总，恭喜恭喜，新婚大喜呀！陈总，百年好合。林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不请自来，陈总不会赶我们走吧？怎么会？各位领导能来是我的荣幸，里面请。欢迎各位领导前来。那不是电视新闻里的姜老、林老吗？还有钟老和赵老，我的天，文强这面子也太大了吧！可不是嘛，这几年文强把青山县、昌市乃至整个江赣省的经济都带动起来了，这些领导来贺喜也是应该的。陈文强居然认识这么多大人物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不是说他是大城市里混不下去的 loser 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不行，这种大人物我要把握住机会。强哥，刚刚是我不识好歹，我这边有乐队，不知道您需不需要？不需要。完了完了，当初我就说应该碰瓷，现在正主找上门来了，他们不会是来找我们索赔的吧？陈总，我们不请自来，有一件事想跟您说清楚。请说。之前您这边找演员假扮我们的事情，我们知道了。一开始，我们团队确实很生气，打算追究到底。但后来我们让人查了一下东林口夜市的运营情况，发现您这个夜市完全是贴钱在搞，不收摊位费，还给摊主发底薪，村 BA 也不收门票。您做这些不是为赚钱，这种精神我们几个很佩服。又恰巧得知陈总今天大婚，所以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来给您送份贺礼。贺礼？我们愿意为东林口夜市免费代言，不要1分钱。免费代言，大明星竟然愿意下场免费代言，陈总这是多大的面子啊！几位的心意我收下了。东林口夜市能有你们代言，是他的福气，也是青山县的福气。陈总客气了，不瞒您说，我们几个在圈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但像您这样一门心思为了家乡老百姓过好日子，头一回见。这份心值得我们几个亲自来一趟。这是我们哥几个的一点心意，新婚快乐！多谢，里面请。李董，他怎么也来了？李董，您也来了，我是公司市场部的刘冰啊。上次年会我还跟您敬过酒。小刘啊，你和陈总是同一个村的，你们关系怎么样？关系相当糟糕。刚才就是这小子当众说陈总是乡下人，他是城里人，看不起陈总。什么？完了，
全完了。你竟然敢得罪陈总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李董，我在公司干了5年了。强哥，青瑶，这下完了！突然来这么多人，还都是有头有脸的，可我们没准备这么多人的饭菜啊！是啊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慧姐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什么是我姐吧？陈总，我们来给您报婚宴啦！婚宴，这不就有？吉时已到，请新郎新娘入场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交换戒指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不对，先开席。强哥，青瑶，明天还有一大堆事情，你们别折腾得太狠了啊！去你的！他们都走了，咱们也该干正事了吧？他陈文强算什么东西？不就是认识几个领导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当初在我面前屁都不是，现在倒摆起谱来了。呸！还有那个李董，他凭什么开除你？你干了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够了！够了！还嫌事情不够大吗？要不是你一直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我会去招惹陈总吗？都怪你这个惹祸精，扫把星，你的好日子全被你毁了。明天就去离婚。不能离婚，不能离婚，我就只有离婚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管你怎么办，这辈子我最后悔的就是娶了你这个扫把星。
什么床上要撒这些东西？花生、红枣，这是什么讲究？这是老辈儿的祝福，讨个好彩头。什么好彩头呀？早生贵子。陈文强，打够了。没够。那让你打一辈子。当前江赣省人口4780万2002人，4780万，离6000万还差1200多万。不着急，有他在身边，有这片土地在脚下，再远的路一步一步走就是了。未来还长着呢。